美洲咧，由於啲路就比較遠啲嘅，即係你可能一踩就要踩一頭半個鐘至少或者幾個鐘，咁比較少用電動車咯。加上美國同大陸唔啱眼噶嘛，咁啊變咗大陸啲嘢比較少去美國嘅啊，所以佢賣去美國就着數啲，因為美國嗯車你之前打貿易戰都有人講過啦，又壓榨又重又食油係嘛？日本車係有優勢嘅。咁日本車最出名就 Toyota 啦，嗯啊，咁如果歐洲嚟計咧，因為有啲混合啦，又要大陸嗰個搶攻個市場啦，啊，咁啊難銷啲咯，咁同埋即係除咗經濟周期因素之外，就個關稅係會有影響嘅。你突然間譬如一落一個比例關稅，因為你條數大啊。咁有美國啲友唔係咁有錢，有啲即係佢車嗯都要供噶嘛。咁你如果供車嘅時候，突然間條數大咗，咁你即係想像，譬如你突然間喺香港買到條數大咗，咁你都要計數啦。所以